天不怕地不怕，最怕男人说谎话。让男人嘛有话讲啊，讲啥？哎呦，你都老是嫌我变心，我是嫌你变形。哎呦，结婚后拢变月形光光，心慌慌，正是下手的好时光。麻烦小姐脱光光。喂，所以就会有那种歌嘛。那天我们来到小小的饭店，微微的灯光，小小的房间。你脱了裤衣服，叫我快一点。哦哦哦，到了爱的深渊。其实诸葛亮朱大哥最怕他，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诸葛亮朱大哥其实也算恭维就咸的，对不对？就是有一些黄的啦，或者是颜色的用公啊就角的哈。对。可是他最怕他，因为那个冰姐讲的是金黄的。对，他讲的比他还那个。伊真正惊我的部分，你唔知影？哎呦，因为伊较早有伫咧签六合彩。是。然后哦，伊佫定定爱望着我。北宜公路比即马佫较弯，佫较细条。边啊拢等迄落金纸。哦，我嘛足惊伊佫跋倒啊，佫半暝啊，那是袂使。你看我佫长头鬃哦，佫跋甲拢流。哎呦，我行去边啊全金纸，你知无？即马就笑着我。缘投囡仔真古锥，害人看着大心开。看着你心花着开，真想要甲你作对。阮犹原生做真水，袂互你吃亏。讲正经的啦，你有对着缘投囡仔吼？唔办呢。莫免讲，我即摆看你唱这条歌的感情吼。塞奶咯。我感觉你可能有男朋友哦。哦，这我来哈。这你不来问？我较早我咧谈恋爱的时阵，我定定讲吼，我若咧录影的时阵，我眼神来向着吼，卡面来甲看去。你若咧电视头前看我，就是我当咧甲你放电，你知无？他拄我看超300几遍。短短一条歌内底有300几遍的放电。老实说了，已经叫要雷公死啦呢。是啊是啊，对方已经去挂墨镜。恋情啦，讲一个啦。我莫讲啊，我你讲，真济查某囡仔吼，这是咱心目中的梦啦。希望有缘投囡仔，希望缘投囡仔佫会对咱好，希望缘投囡仔佫会照顾咱。也毋过普遍拢安尼，三暝三明海誓，天光讲三暝歹势。真是安尼，遮尔无负责任。莫讲啊啦，所以咱这个人就是讲，天不怕地不怕，最怕男人说谎话。让男人嘛有话讲啊，讲啥？哎呦，你都老是嫌我变心，我是嫌你变形。哎呦，结婚后拢变形月光光，心慌慌，正是下手的好时光。麻烦小姐脱光光。喂，所以就会有那种歌嘛。那天我们来到小小的饭店，微微的灯光，小小的房间。你脱了裤衣服，叫我快一点。哦哦哦，到了爱的深渊。怪不得我们以前哈，在那个诸葛亮那个时代啊，所以都是男主持人，跟他一起的。一个女主持人。其实哈，也许有人想，哎，你哪遐敢讲？但是我咧心肝想讲，即摆社会足无快乐的。咱老实讲，要压别人的是非，不如来讲家己的笑话，大家拢笑眯眯安就好诶。白姐，你知无？因为那时候其实诸葛亮朱大哥最怕他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诸葛亮朱大哥其实也算恭维就咸的，对不对？就是有一些黄的啦，或者是颜色的用公啊就角的哈。对。可是他最怕他，因为那个冰姐讲的是金黄的。对，他讲的比他还那个。伊真正惊我的部分，你唔知影？哎呦，因为伊较早有伫咧签六合彩。是。然后哦，伊佫定定爱望着我，你望着我咯。签几号？安怎？老实讲，我望着你吼，还是要签几号？我都唔知，我唔知。伊讲啊无，你甲我讲，你3围偌济？咱较早拢嘛缩干的吼，我都36啦，23啦，36啦，身悬的，158啦，即嘛紧去签。但是要开奖的前一暗，过来甲我问，喂，这上杀度的，我开足多啊！你老实甲我讲，你真正158哦？我讲。
因为讲落去啊，咱拢管大情足管，惊人讲人真的啊真的啊，158，结果开出来吼，敢若看到迄个面咯，毋是伊惊，我足惊的。伊讲，老实讲，你几公分？我已经代志大条，我毋敢，未150啦，开始。国骂拢出来啊！哎呦，那有可能？我看你这型你有可能36，你这有可能23，我看是32。结果正确的这个数字拢开落对啦，你报价拢无开安尼啦。你真害人，你害人。不过即马朱大哥拢基本无去啊，唔知走去倒。我害一个做一摆，还走去比。没有，领导还有一个最重要，他还有一个本事，我刚刚讲的真的没有错。我记得那个最有名就是有一次。白姐啊，伊做秀做煞，要登饭店休困，搭共一个电梯。我袂记，什么代志？紧讲。就是人家讲迄落较有颜色的话啦，结果白姐印出来为比佫较迄落，你忘了那个是吗？电梯里面有时候是这样的，有时候是人客你都不认识对。然后，白冰冰，哎呦。你那拢无讲话，无讲话无好算，紧讲一个。然后我们大家印象，我意思说，我讲话是爱钱，我点来讲你笑。但是那个话不是在这里可以讲。对啦。我电梯里面常会有很多好笑的事，像我们的好朋友小哥啊，他有一次他搭电梯，电梯里面拢无别人，就干那伊甲一个查某囡仔，迄个查某囡仔佫足水的啦，真正水佫有气质，但一困啊，闻到一个味的，怪。想讲，奇怪啊，我都无放呢，我都无放，无敢骂，心肝佫歹势讲，甲你查某仔就溜者，迄个查某囡仔讲，我都无放，你讲安尼，你赖我，你要赖我，你讲要我当场开玩笑。好笑，生活中就有很多好笑的事啦。但是来今日上你的节目有一个好处，会当看到过去的家己。是哦。系啊，知影你过去真辛苦，做过无共款的节目那什么时阵的？来，咱来看嘛，79年，就在今夜，先来看。就在今夜，79年，盖高雄，好瘦哦。虽然很瘦，可是看起来头蛮大的，因为太瘦了。头毛较垮，头毛有颠的。哎呦，来，哎呦！这是浪漫的乐章，81年。这就像歌戏的头毛啊。其实你一定足高水，你高早就足高水。哎呦呀！雄跳到这步来，我袂认呢。喂，我是讲我变无介济啦，是体重有当去，稍微体重有当嘛，但是迄个头毛吹足悬的你袂使翘倒摆呢，翘倒摆因为风头甲摇啊。正风迄个人你讲到乌倒摆我一世人拢唔爱翘乌倒摆。是安怎？我互一个家己身的惊着啊，因为我当出道的时阵，拄18、19岁。无得唱歌，我就甲迄老师讲，老师拜托，你佫有知影倒位有要请唱歌的无？迄个我就随便登台随登台湾无啊，空路队解散啦。伊就甲我讲宜兰有一个朋友伫遐咧开西餐厅讲咱来去遐来去试唱。爱试唱，好，我就紧来去。要安怎去？伊讲咱骑乌倒摆来去。哎呦！当时拢无滨海公路，拢无。9弯18弯。北宜公路，迄阵北宜公路比即嘛搁较弯。搁较细条。边拢等迄落金纸。你知影无？迄老师呢？我无熟悉啊，我嘛唔敢甲伊揽。即摆才有迄个跨座对无？较早无跨座，侧座。我唔敢安尼，你知无？后壁迄个乌倒摆佫有加一个梯安尼，我就两只手安。哎呦喂！足可怜的
的啦，我即摆咧，我倒摆安尼洗一个碗吼，我砰，我倒落，塞出去。我若倒落，啊伊迄若咧落行，伊就讲厝到足头前的才经过动的，结果起来吼，有安怎无有安怎咯，结果甲我扶起，啊扶起的时阵，我就两个拢真歹势，我后壁就疼，啊即摆就搁。即摆搁换洗这，换我按正面安尼拼，即摆下面对我斗阵跋落，伊讲两个人跋落，你是不倒翁了。迄款路安尼咧，尾仔伊甲我讲吼，你规气你甲我揽咧，你甲我揽咧无要紧，无要紧啊，毋免多谢谢谢，我就是毋敢揽，我就安尼跋安尼吼，啊怎奇怪啊，啊有时啊佫记落想我山壁吼，想我山壁，啊，切甲贵个，啊，就行落落山骹。你去迄个餐厅，我今仔带一个壁雕来咧试唱。就是啊，因为大位拢老岁啊，裙上水的裙拢破去吼，啊，结果就啊，拢无去试唱，拢无去唱，人就叫阮倒转来啊。啊，我想，哎，头家哪会无咱试唱？伊讲无啦，迄头，毋是头家啦，伊是头家请迄个琴师啦，弹琴嘛，迄阮朋友安尼。讲吼，啊，咱当时会当过来，无啦，就讲毋免啦安尼啦。啊，就歹，啊，伊对我嘛就歹势，啊，伊搁带我去夜市啊食贡丸汤。阮两个人讲完汤食了，我啊当要安怎？伊讲啊，搁晒转去，我可能听落要搁转去吼，啊我拢惊，啊当死啊！咱即摆毋着搁安尼吼，搁继续啊，即摆着慢足安尼，但是足危险的啦。吼，全慢甲去你山顶无一困仔尔吼，伊家己主动动起来讲，唔系啊，我想吼，咱来去砸一台车吼，我看你安尼足危险的安尼，我就讲。哦，我嘛足惊，搁跋倒啊，搁半暝啊，那是爱比赛。啊，你看我搁长头鬃吼，啊，搁跋甲拢老。哎呦！我行去啊，边啊全金纸，你知无？啊，即我就笑着我。迄老岁老弟跋落去，搁念两张金纸起来。啊，即摆一个赛客伫在你边啊，少年诶，你后壁载一个鬼啦，你紧走。我一直下拢无人敢停，你知无？好不容易有一台停落来。啊，停落来吼，啊，就看到我，哎呦，啊，查某囡仔你跋干呢？我嘿啊，我毋敢搁坐乌多摆啦，我坐你的车倒来台北好无？哦，紧起来，紧起来，啊，就看到迄个查甫讲，啊，你要起来无？伊讲啊，我乌多摆，伊讲哦，乌多摆载袂起来安尼，啊，所以我知吼，无我的人吼有情有义，我真正有情有义，我就甲伊讲吼，毋好啦，安尼放你家，你载我来啊，放你家一个墙的边啊，啊，等到天光，毋拄去互车弄着，呢，我甲讲毋好啦，安尼无，啊，迄个。有一个阮讲嘛足好，伊讲无你拢起来啦，我倒摆先囥的啦，天光才过来看啦。我卖，尾啊吼，迄个司机足好的，就来停落来遐陪阮开讲，开讲到拍布光啊，才互迄个人家己坐车转去，啊，迄个人就载我转去安尼。哦。是是，咱的节目今日特别节目吼，已经超过2点外钟啊，安尼啦。我毋捌讲遐济呢。白姐你，我从迄个演唱会要讲拢讲了啊。我咱2暝再过来讲，那就先来唱一条你的星光，《爱的 Melody》，来欣赏白姐的这首新歌《爱的 Melody》。这款的气质，真正是世界上高尚。我发现哈，冰冰姐你这个出唱片哈，就是走中国风。对，其实哈是安尼啦，我感觉尊重恁的节目，啊，我都系将家己感觉会较适合的服装摕来遮穿。啊，我是感觉讲，有时候朋友要看电视，其实他们有很多的选择，让他们看到我们的诚意，这个很重要。当然啦，其实讲正经的啦，咱看只啊各路无共的阶段。对。较早哇，什么戏拢演啦吼，哇，什么拢搬啦，啊，尾也开始变做主持人，啊，佫有曾经有一段时间吼，这媒体拢讲你是哇，那台湾目前上辣的这个女丑。重点就是讲你主持的这方面吼，咱来先来看 VCR， 来，这84年，
冰冰姐主持过很多的综艺节目。那么这个是84年，这上面这部你敢会记得？周末满点秀。哇，场面足粗的。星期六下午的，对不对？好可爱哦，好瘦，而且穿那个 pink 的颜色，好嫩。现在若情安尼变做大步的。好，就勾追，就勾追。哎，啊，大唱完那我忘了。哎呦，后面那个更瘦哇！而且我还直头发。闭嘴。原来你除唱歌仔戏也会走音嘛？无来，不是刚刚我唱呢。Kim 丢，我在看那个男的是谁啦？啊？碰过，OK， 碰过了。哎呦，碰过嘛，连素有救完呢。我我就看到沈文成哦，感觉阮两个人吼，啊，徛做伙啊，体格佫差不多啊，佫咧嘎嘎嘎，哎，那时候那个节目就是你跟他主持的。对，哎，今晚被装可爱装不出来了。没办法，你装了2天都还蛮可爱。喂，然后我就看迄阵的装哈，火佫插伫遮，杠电开花。哎呦，继续带。起码哪敢拢无安尼装哦。哎，不过你有没有自己有没有算过你主持了多少节目？太多了，太多了，记不起来。周末满点秀啦，冰冰棒棒啦，我爱冰冰啦，哎，就嘴讲连环炮啊，金牌午餐秀啊，啊，就追啦，讲没。啊，你最喜欢你喜欢主持的这种形态是什么？其实我觉得像我们这样子聊聊天、唱唱歌，这是咱的初衷。咱当初礼拜上爱，入要歌单，咱就是爱唱歌，爱当哪唱歌，哪开讲啊，够见老朋友，够有钱赚，安尼袂歹咧。啊，够有一种，够有一种。赚钱就唔好讲啊，税管处对咱偌注意咧。咱袂啦，咱赚袂济啦。2350年那有啥？然后注意。啊，你我800尔。哎呦，啊，佫扣税金，可恶的丈夫。